开始滴吧。好，咱直接来读吼。1637年8月18日，平地船拄未好，装好完毕，起定出航。也要前往日本所在的航母有58箱丝织品、52桶含184篮白青丝、17捆黄丝、4捆素色丝线、42捆红色经丝、162捆麻丝含其他商品，总价值357000毫吨。来，即马拢甲算一下哈，357000。我这是要哪算？歹势，我搁定算一遍，357000毫吨，2.4万等于85亿，新台票85亿。哦，算对，恁家己去算看觅吼，1毫吨24000啊吼。今仔日有2只商船航会时仔要前往厦门，载转去的敢若有地舱母以及对因所运来的航母所换来的现款，无其他航母。8月19无重要的事。8月20有3只时仔商船对厦门结伴，做伴来到台湾了吼。你看，咱已经即句话读几遍了吼。迄当中足侪船吼，拢毋是家己雇一只驶吼，拢有2只、3只安尼做伴咧驶吼。同齐运来的以下即寡航母：600吨的白砂糖、60罐的姜糖、10篮的白青丝、40篮的各种丝织品，甲50吨的烧麦。一只船坐有30个人。8月21日，有2只洋客船出航。相关拢去做伴来吼，要前往东山，只敢若运回含伫个福尔摩沙掠鱼的渔夫交易的咸鱼。下晡有2只洋客船对厦门趁着海风来遮入港，载有50吨烧麦甲20吨米，每一只载25个人。8月22，有4只洋客船对西南沿海来到台湾，总共载有300吨烧麦、16吨的米，合计坐有80个人。上席商务员 Cornelis van Zenen 去年被派为代表，要去日本照历年的往例，呈送礼物予日本的皇帝、陛下和大官。经过一寡考量，就是考虑其他的代志啦吼，决定要命令伊坐做军，要运货，载去日本的平底船乌斯卡贝号，同齐前往日本，以便搁再一次去甲即个目的甲议长库库巴克讲。如果伊阁下认为讲有需要，就会当为此阁派用即个上席商务员吼。8月23，
上席上务员戴克坐大船 Old Water 号经过江南来到台湾，伊是被总督阁下和东印度议会派遣，特别奉命要坐迄只船去江南征在上席上务员 Caesar。伊伫咧上述，伊伫咧戴克离开江南咧前往巴达比亚以后，为着要伫遐贸易并且要总督阁下联络报告，所以被派去继承伊继续留伫咧遐，留伫倒位啊？留伫江南哦。讲即个上席上务员呢，顾袂已经寄放伫咧仓库里所有的丝制品甲糖等等的货物，然后载着迄寡货物直接航往日本。但是死者真大意吼，而且无奉着命令，伫咧迄只大船 Old Water 号抵达江南以前，就甲所买的货物拢装去容客船。无听候对巴达比亚来的船只吼，就用2只容客船载着迄寡货物，以及载占有货物量的12%的糖，总价才是2336毫吨，直接要运往日本去，并且另外佫买一只容客船，号名叫做 Gold Hoop 号，做荷兰人和希腊人。装载价达54000毫吨的丝等等货物派来台湾，因此上述戴克为着袂讲，因为安尼空走啦吼，所以就转来遮。上述的40交易里送来只敢若有4859斤东京和1680斤江南的丝。等下吼，咱头前这伊写甲落长，意思是讲，即个人大慈大义啊，家己决定讲，就是要就用几只容客船，就要甲一寡货要送去日本吼。咱进前咱读过几啊遍吼，咱拢知影因惯势是安怎，因是拢用大船载货去日本，就是伫咧江南或者是巴达比亚中间的即个贸易，迄拢是用大船去走的。迄大船。大船大到有时啊，都无法度驶入去即个台湾遮，拢在那骗湖，所以因定拢用细只船载去骗湖，再搁对细只船的甲物件落来，再搁贴去大船顶头。看因一向惯势安尼，咱读过几啊遍都是安尼吼，就是用大船载货去伫走日本线对啦吼，毋是讲细只船啊，就派几只细只船安尼走吼。即嘛，即个伊讲即个叫啥？我袂记。即个上席上员伊就是无照因一向以来做代志方法做吼，所以才讲即个人叫做死者吼，真大慈大义，家己安尼做吼，无放着命令，家己安尼做。好，歹势。所以戴克就是上席上务员吼。惊讲安尼会空走吼，所以就转来台湾遮。40交易送来的物件，就是拄则咱也会念吼，就是4859斤的东京的丝和1680斤江南的丝，901匹的碘素丝，就应该是布料吼，就是江南的雕花丝布吼，顶头刻花哦。612匹的 Hawkins， 就是素色的丝质布料；14匹的蓝色丝质布料；451斤的沉香木；1037张各种类的摇戏袍；400斤的 Oran Boran；2010斤的白豆裤，包括去已经甲壳摕掉的，佫无去壳的吼。3025斤的盐，42000斤的乌糖
以外，阁有国王赠送的17匹素色丝质布料 （Hackgens） 和7支象牙，造成丝的数量比上色上有原戴克所期待的少的原因。第，这个造成是你讲，就是为虾米即寡丝比上有原戴克所期待较少的原因，就是安尼吼。迄对3个，歹势。第一个原因就是所有住伫江南的人，拢对伫遐出入的其他人，比对吴方的人较优先。第二，东京的国王禁止丝不得阁对伊的国家的南部来输送去即个交趾，违反的人处死刑。第三点，因为大水泛滥，交趾大部分的乡村拢淹水，妨害5、6、7个这3个的新丝的生产，所以还未收成公司的商品大部分拢还未卖出去，因为有15到16只容客船也运去大量的同款的好商品。上述戴克认为讲，只要日本人和日本的新仔人继续住伫江南，每一年继续由新仔来的新仔人供应日本市场，公司就无可能讲对遐会当得到啥物好处就是安尼，因袂透过荷兰人来做生意透过新仔人戴克又佫讲，当伊伫咧江南的时阵，有听到确实的消息，讲有2个神兵对江南前往马卡奥，但是无伫咧马卡奥来起山，而伫遐来转做英国人的船，要秘密去日本，但是因的名被淹没起来咱之前已经有读过日本锁国甲迄个。应该是天主教拢赶我走迄个逃走的士兵叫做 John Bates van Vakeni， 虽然用尽各种方法去找，但是拢无找到。大家拢认为是讲伊是被葡萄牙人藏起来逃兵了大船 Old Water 号对巴达米亚航往江南的途中，捌伫咧巴林蒙的海峡的夹口，拄着对 Coromandel 来的便底船 Houston 号。迄只船载有布、米、红色的单香木等等的货物，因捌伫咧马拉加航道和阮李顺义的舰队来交谈。对因知影讲，吴方的人见性着人，有一个葡萄牙贵族叫做 Don Francisco de Viveros， 特别对五亚被派来抵抗上述吴方的舰队。伊被吴方的船拍甲用家己的好友甲伊的船拢炸掉不离个该 Francisco 被吴方真侪人对水甲浮起来，但是对敌人兵力的详细情形就无从叙述咯今仔日有2只洋客船航会历史，再有微量的咸鱼8个历史。拢一寡做生意的代志8个是咱知识，咱知影讲，商务员 Caesar 派来取缔载着江南货物的洋客船 Gold Hoop 已经到平湖，并且已经伫咧舰内取对，应该要来台湾的途中，所以无偌久就会来到台湾。该船会抵达将可数。将会当互要航往日本的 Old Water 号装载
可观的航母来出航。今仔日比如迄阵乌斯卡贝号载着要运往日本的航母，就是我来感觉即只船已经早就应该出发啦，那个即嘛今仔日才出发。好，即只大船吼，载21箱西制品11桶甲9篮的白青丝，283捆麻色7篮黄色青丝5篮素色细丝，58包水银130篮，又搁174捆的空眼布，194捆红色金丝，194包白蜡，1186篮砂糖，232捆的落泡，118篮的梨茶。44麻豆的泥香，2个 Blessing 苏合香和88包木香，总价值是179000毫吨。趁着陆丰和即个港岛呢上大淹的时阵啊，吼海水上大淹的时阵，用篷出航要前往日本。迄当阵发生了代志，当迄只船来到即个港岛最后迄段即里边怎读呢？即个华语是毋是读做卡？哦，读做南吼。栏杆当禽兽的器具，当蛋吼，当就是掠啦吼 ，trap 吼，含钱去掠物件，去掠精生啥吼，叫做当吼。活道的内面吼，所以你当迄个禽兽的物件叫做栏杆嘛，叫做栏；活道的内面嘛，叫做栏。好，转来即只，为什么即只叫做栏，我就毋知吼。当该船来到即个港岛最后迄段前栏吼，就要入海，迄个位啊吼，方向忽然间转变，颠倒是对海上扯过来吼，所以伊就等一个钉，拍一个钉出来吼。迄个钉会锁，因为影吼海影诚大，强要去游转去吼。但是迄只船被去用撒去北边的沙洲水深7尺的所在去，才7尺尔。7尺，无够一楼悬呢。咱一个人差不多6尺八7尺尔，一人悬安尼尔。无7尺算，无啦，7尺。一般人是5尺外啦，5尺外6尺啦，7尺是比一人悬搁侪啦，200外公分安尼吼，水深200，但是还未到一楼悬吼，所以水足浅的吼。啊，即只大船载遮侪航母，结果遮浅的所在，即若去钓的，就代志大条啊。而且迄只船食水是11尺深吼，你看根本就无够深吼。不过因为伫咧边仔的其他的船只吼，规只小船含人员用钉含锁啊吼，以及对陆上的人会及时援助，伫咧强风之下，将该船伫咧主管的机台之外，又搁会当驶入去深水处吼。就是迄只船真意外啦，搁有法度通驶入去水深的所在吼，进入港内，阿罗上帝吼。迄只船伫咧放大炮4响了后，表示已经安全吼。得到长官 Vandenberg 阁下大讹落吼，讲该船伫咧极度危险当中，已经要丧失的情形吼。
是啊，公司的人员拢全力去抢救吼。今仔日下晡有2只撞客船对厦门同齐来到台湾，总共运来300担烧麦、10包的空安布含一寡物件吼，合计载有84个人吼。哇！即只大船，来，即若出代志，若去互风拍者，规个船也害去，总价值偌济？170，毋是17万毫吨，17万毫吨。总共是40亿台票吼，我无讲对吼，我是迄天咱迄天有算吼，1毫吨24000吼。伊讲是一吨的黄金，就是偌济10万毫吨哟，一吨的黄金10万毫吨吼，还是1万毫吨，我笔记啊吼，我有笔记起来啦，我需要我再去显吼。就是即嘛，荷兰人我。迄天迄注脚我迄天无念，但是我后来有看到，讲荷兰人即嘛现代话吼，因嘛是佫讲，叫做一吨，就是10万毫吨，还是偌济，叫做一吨安尼。好，825。825变对船乌斯卡贝号吼，为着要航往日本，趁着适当的海调和合适的风然后陆风，搁再一次航离即个港岛，又搁再一次伫咧即个港岛的出口处，搁遭有意外，毋但又搁伫遐的沙洲搁靠浅，搁甲伊的台给压制去吼。虽然如此，搁着爱真危险来航到海上，停伫咧港外，以便来修理伊的迄个舵吼台。今仔日有2只撞客船对列车来到台湾，总共运来300担，就是15拉斯米吼，含1000罐的西拿麦芽酒，载有67个人。所以咱拄则看咱即2天看即只大船吼，即意外就知影为虾米咱进前看讲伊迄个去日本的即个航道吼，拢是伫咧平湖遐，因足侪物件好是对台湾载去平湖遐，先落来再搁贴去迄个大船顶头吼。要看一边就惊死啊吼！所以安平港其实毋是一个好港，沙港吼，讲实在是无啥物价值的港吼。826，昨航出港外压制，甲台压制的迄只平底船吼，乌斯卡贝号吼，今仔日又搁再配备新的台。这是台，我是读台工的台啦吼，我看这个舵高一字写，是毋读做舵还是读做台？哎，敢理解，拜托一下。台道拢会使啦吼，咱就照读台啦吼，因为真拢读台工啦吼，歹势，我是毋拢读毋着伊，台工吼。就是驶船的人叫台工。好，即只大船吼配备新的台吼，并且适当安排了后，就起定出航，要前往日本。愿上帝带领伊甲航公司其他的船只平安航行平安吼。大船埃个梦号嘛对台湾遮吼。会岸边出航，要前往平湖，装有589箱糖，重1501担，又搁95斤。要伫咧平湖停靠，搁再来北方季节开始的时阵，
要用该船运往巴达维亚的其他粗货和幼货。我咧想讲，迄当阵的平湖应该无属伫荷兰呢。平湖迄当阵应该阁是归是哪政府管的呢？对啊，你想来怪怪吼。好，咱继续看吼。为虾米我会讲迄当阵平湖无属荷兰？因为荷兰为虾米来台湾？大家知影这故事啦吼。因一开始是占平湖吼，结果伫平湖遐去互一个叫啥？迄个官员我袂记吼，来甲荷兰人赶走安尼。荷兰人一开始毋愿走嘛吼，第二遍过来赶的时阵，才甲讲，恁会当去恁会当去台湾安尼，所以因才来台湾。所以离开平湖，就表示讲，因就平湖就变成就毋是你管的。好。以后有机会看再来想看这是啥物原因啦吼，我无理解为虾米。8月27号以早来的行李人所抓来，并且已经运往日本的货物，公司还阁欠因价值4吨的黄金的货款，就是40万毫吨吼，有看到吼，1吨黄金10万毫吨吼，这就是安尼算啦。我就是用这个1吨黄金10万毫吨吼。来算，伊即嘛当然是伊即嘛金仔的计价去算啦吼，所以1毫吨是24000块台票吼。迄寡生理人数次非常迫切来长官万德伯阁下请求支付迄寡货款吼，就是欠销毋行啦吼，荷兰人，所以阮几啊遍无用你派船前往日本或者是其他的借口。来拖延了后，因发现讲公司伫遮即嘛欠现款吼，所以总算是含因来签订合约，以利息吼5息3%，伫个我方搁再来第一批对日本载运来的船只。来到台湾的时阵吼，再来支付迄寡货款，用来维持含即寡生理人以及其他生理人的来往交易。今仔日下晡有一只商船坐生理人甲船员合计80个人，对安海载来200担的白色中国青丝，160担的西宁甲吉利面，80担的白蜡含17担的水云。公船运商品来的生理人，对已经伫遮的新仔人遐知影讲，公司已经无运咯，无现金就对啦，必须要听候日本运来才会当付款吼，所以因就表现了非常的无满意吼，就是载荷来你毋纳钱安尼吼，因此呢，阮也含对以早迄寡生理人相款吼，就是相款人签约的，就是利息照算的合约安尼吼，真可能吼会当互因满意，而且愿意交付因所运来货物，即寡货物运会当，还阁会当运送去日本，互公司会当对即寡货物得到利益。今仔日还阁有一只用客船对厦门到台湾，再有43个人运来150担白砂糖。8月28，昨昏前来的表现无满意的迄寡新仔商人吼，因为含慢亲切的劝导啦吼，因为含慢甲因苦劝啦吼，接受了延期付款5息3%吼，荷兰文本5写做32%吼，应该无可能遮悬啦吼。5息3%的提议，所以自愿甲因所载来的丝制品、白蜡和其他货物交付出来。因此，张我阁下含议会决议讲要甲
已经下令要航往日本的大船 Old Water 号，甲留落来。装载价值是108000毫吨的货物，10万毫吨就1吨黄金啊啦吼，装载安尼1吨黄金吼。该船因为陆风未弱，又搁因为开始退潮吼，海水开始咧退流，所以也未启动，以便互该 Old Water 号伫咧无妨害伊的航行，以及该船方面要对用客船 The Gold Hope 号伫咧途中所拄到的，或者是伫咧偏湖转装迄寡江南货物的情况之下，尽量加载一寡死甲死济品去日本。进前啊，定下你看讲伊伫咧偏湖转运吼，拢袂记咧讲偏湖到底是毋是，拢当作是偏湖是算好人管的。好，今仔日也无用咧检查定药和收尾上述所载来的货物。8:29。10点过3分。今仔日有一只用客船对历史到台湾，载有2个 last 的米和1/4一 last 的盐。今仔日也有2只船载糖吼，2只用客船载糖转去厦门，只敢若载有地层物，搁载40个人。8:30，大船 Old Water 号装载的新仔货物已经增加到108000毫吨吼，有死济品、白蜡等等的货物。今仔日载着即寡货物出航前往日本，方面爱经过偏湖，以便对遐会当拄到 Gold Hope 号。来转装价值52000毫吨的江南货物，同齐运去日本。8:31，有一只用客船对厦门抵达，运来600篮的白沙糖，载有43个人，也有一只渔船出航前往历史，载有少量的咸鱼。好，8个读煞，过来9个，9个嘛是写甲诚甜吼。9:21，对巴达维亚经由偏湖前来的便底船 Reach 号，今仔日到台湾。伊是伫今年的7:28号。该栋大船 Hof van Holland 号，同齐作为对巴达维亚派来台湾的本季节最后一批船队。因早对安文转去巴达维亚了的总督和东印度议会最近的批信。伫咧8:28号，同齐到偏湖，载运来6949毫吨的货物，有要互台湾商馆和日本商馆的少量的祖国产品、粮食和其他的需用品。此外，还佫载有126个士兵，即寡士兵已经坐 Old Water 号来，即寡士兵。甲迄寡坐 Old Water 号来的85个士兵，是要来接替已经到期的士兵吼，来讨伐华武人，以及要来增强此地的驻军的。上述的便底船 Reach 号对偏湖航来此地的途中，遇到迄只已经袂当航行的用客船 Gold Hope 号，伫咧迄只船伫该船议会建议之下，船个议会吼，伫该船议会建议之下，
对该用客船转装伊所运来的江南货物，总计是54000号吨，其中有52000号吨的货物是计划要用大船 Ottawater 号要载去日本的。但是 Ottawater 号伫顶个月8月30号载着总计108000号吨的货物对此地出航，计划要去转装上水上客船的江南货物，要运送去日本的。但是显然因为暗暝错过该用客船，因此便对船 Regent 号爱阁甲上水的江南货物以及此地还阁会当处置的货物，拢载去日本遐卖。如果该 Ottawater 号拄着该用客船 Regent 号，就毋免阁走即逝吼，会当留当个处地用来对台湾遮运输货物去便互 Van Hollen 号，并且要用来协助为着要阁再来的第一批对日本抵达的运输船来落去。昨昏航出港外便对船 Catherine 号，今仔日出航要前往澎湖，要去甲959箱重量2775个4分之斤的白砂糖，27716斤的白蜡和492拿面环，转装去上水的 Van Hollen 号，然后就要接客转来处地。9月初2无用咧准备迄只要前航往日本的便对船 Day Regent 号，以便明仔载出航。9月初3，上水便对船装货完毕，准备好会当出航了后，就作为最后一班要派往日本的船只，载着对用客船 Gold Hoop 号转装的江南货物，以及 Van Hollen 号对巴达米亚所载来13匹 Perpetuane 这啥物件？中文名称不详，是一种纺织品，可能和缎之类有关吼。所以读做 Perpetuane 哦，这是 Van Hollen 号对巴达米亚所载来13匹丝织品纺织品并且装上此地仓库里也有的其他货物，3177斤的白青丝，1100斤的面环，11000斤的面环，11000斤的白蜡，总计是72000号吨。加上一寡，安尼今年对此地运往日本的国总计是204万里。以下原档用火去，我都通看吼。今仔日有3只用客船对厦门来到港内公司仓库头前，经过检查了后，看到运来货物总共有200担白砂糖、30支的条仔、7000个红叶、300支板条，每一只载有9个人。10点51分，9月初4，早起有3只商船载趁着陆风出航，要去厦门啦吼。只敢若载有地层物，总共载135个人。下晡海风继续吹来，也有2只用客船对厦门来到港内，载来600担的白砂糖、400匹的白色空眼布，总共坐有200个人。迄只海真久被商务员 Caesar 对江南派遣
运输伫遐所买的货物进来台湾的用客船 Gold Hope 号已经到台湾遮了吼。迄只用客船因为延前袂当航行吼，所以将上述的货物转装予大船 Rich 号要去载往日本。哎，我摕下水啊！9月初5，快艇 Clean Britain 号载着，毋知我写啥物件吼，已经火气无多通读啊吼，读袂出来吼。讲即只快艇载着糖、碱龙、片蚵，要去转装互伫遐的 Egmont 号吼，伊阁是安尼吼，咱之前看落去安尼，甲好物载去片蚵伫遐，再阁转运去大船，转装去大船。以及在厝地港外后壁无多通看吼，阁火气啊吼！今仔日有远东岸火气无多读，出航转去厦门，只敢若再有阁火气吼，再有几个人看袂出来吼。The Hof Van Hollen 号对巴达米亚来厝地代表总督国下要来稽查稽查吼。稽查叫做稽查，要来稽查，属伫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厝地含Formosa 的财务的 Simon van Alphens 先生，要来稽查即个先生啦吼。今仔日要按照规矩要甲伊公开介绍。毋是啦，即个先生是要来稽查的吼，应该是算要来 audit 的吼 ，auditor 啦吼。好，即个人 Simon van Alphen 伊的生平吼，咱来读者，下对注脚写，Leiden 人吼 ，Leiden 荷兰 Leiden 吼，我毋知读 Leiden 对无吼 ，Leiden 吼，1635年以蓝队稽查官出国，1637。即摆1637年吼，伫台湾做稽查官吼，所以即个人无定以后定来看着吼。Simon van Alphens 吼，是伫1637年伫台湾做稽查官。即年的12月担任法务会议的秘书。1640年伫巴达米亚做律师以及区长。1643年做东印度稽查官。1644年接替Jules Shulton 担任东印度议会特殊议员，当法务会议的议长，做法务会议的议长啦吼。巴达米亚学生的监督，教会会议的董事。1646年17人董事会拒绝任命伊做东印度议会特殊议员，并且要求要遣送伊转去荷兰吼。人缘无介好的款。9月初6，好，咱9月初6读煞，咱就停歇啦。吼，咱来看一下笔记吼。有一只运死的用客船对厦门到台湾，再来约275担白青丝，25担黄丝，100担白蜡，25篮各种丝，一布料400担的糖，
再有180个人，伫我生理人的报告提有讲到讲，还佫有2只共款的运试用客船，即马停伫咧厦门遐咧交易，无久就要当来到台湾遮，原上帝互即寡运来祖国的货物会当大大来扩大，但是阮烦恼讲，因会拖着阮第一批对日本运运的船抵达以后才来吼。因为现在运输和其他货物来处理生理人已经真强调，你讲，若毋是因为顶管阮都无阁下几若摆来写批去西那，互伊最近去西那生理人航班，请伊来大量来收买死，而且保证是现款支付，即寡死和其他货物都无可能会来了吼。算看伊面子啦吼，因袂甲资金投入即寡货物吼，甲上述的迄寡死运来处理等等吼，反正就是甲你踮遐咧嗨啦吼。因此，为了要尽量设法互迄寡无满意的生理人会当满意，免得讲互因和其他生理人以后讨厌来遮做交易。也好上述的2只陆客船会当早日前来。好，9月6号吼，今日读到遮，看一下笔记一下。切润遮啦吼，大家当做做一看吼，19条较好看者。3年这 YouTube 的内容，哦，这应该是。哦，这是毋是我即马咧直播迄个 YouTube？ 好，另外一寡字吼，捞，我对也是读河啦吼，因为台语是河即个词啦吼。大水毋管好歹，拢起来。哦，鼓是有针对要爱的物。鼓一个爱的，才甲建出来。就是3年安尼写意思，就是看是，但是我毋知老是读做安怎读吼。我查者，3年你敢知？你敢方便讲话？这是。讨海人你用的词啦吼，其实我是袂晓啦吼。我知影因叫做啥物现捞啊，有无？就是即个捞啊吼。即个叫做拉、流、落吼。但是咱讲现捞啊，因写即个汉字吼。现捞，捞就是大细，毋管好歹啦吼，毋管好歹大细，拢做一个好起来啦吼。啊，鼓是针对讲你要滴的物件去甲鼓起来，我毋知用即个动词对无？你若住伫海边，拢知影牵鼓，就是牵迄个网里啊去吼。好，困。计算正数的物件的单位吼，一捆甘蔗吼，一捆安尼吼。白话字笑，大汉笑，解说是大汉长度单位，长度的牛气。摩罗萨西，好，白话字扩大，汉罗扩大。对应中文的搁浅吼，扩大好，我学起来啦吼，我毋捌听人安尼讲吼。哈，我伫咧即种行船的啦、掠鱼啦，即种我拢即种事我拢毋捌，无可能我是袂晓，我毋是伫咧海边啊大汉的吼。安平港伫咧台湾台南市，即嘛分做渔港甲商港。
港口的物质简单分做自然因素甲经济因素。伫自然因素当中上定定发生的，就是因为silt up 就是沙渐渐沙愈来愈多嘛，规个港口就塌起来吼。港口因为淤塞有大概是要安怎讲？我啥袂晓讲吼 ，silt up 吼，英语个是港口因为 silt up 来物质会裂吼，定定发生伫个沙质的海岸，比如讲台南的安平港，清国母民国初时，毋是明初。这是写毋对嘛吼？清国母就是民国啊吼，无可能是个大明啊吼。迄当阵北繁荣一时的一府二鹿三艋舺当中的一府，就是指现在台南市。而赤坎楼原本是伫滨海里建筑，如今却离海数里之遥吼，可见漂沙现象的严重性。较早海到赤坎楼遐吼，即嘛赤坎楼离海就远了。安平港旧址也因为安尼来分落去。现今的台南市政府为着要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积极准备咧重新开发安平港。嘛，阁是沙港啊，是好继续。荷兰人伫咧平湖海战1624年被明军击退了后，经过8个月的激战了后，荷兰人和明帝国达成协议，同意甲平湖遐个方柜堡我毋知是毋是方柜堡要塞甲炮台拢拆掉同时拆除平湖城堡的建材，转进到台湾本岛的安平港。民国也无干涉荷兰人对台湾的占领。自荷兰人撤退了后，平湖一直是伫个明帝国的控制之下。到从前的时期，明帝国已经无法度有效来控制平湖。1629年，台湾长官普特曼斯等人登陆平湖。咱有读到咱伫咧读即个巴达维亚日记的时阵，一开始无偌久就看到即几敢若2工的，看2工3工因去勘察去平湖遐去看的即个记录日志顶头有写讲看到迄寡碉堡啥拢已经荒废去景色十分的荒凉当地人甲因讲迄寡碉堡伫咧一年之间，敢若有住6个月去，另外废弃伫6个月6个月无人住无。1637年，民国官员捌伫平湖要求荷兰军队爱离去。荷兰军并无离去，只是按照往例交钱了事随着明帝国的灭亡，平湖对1644到1661年一直是一种无政府的状态。OK， 所以这回答了拄则我讲的迄个问题好，写欠就是写。点按小按的就对啦，就写欠大家安尼讲白蜡毋是白色的蜡毋是3年你写迄个白蜡，因为迄个蜡是金利病的，毋是铜利病的伊毋是即种，伊是一种金属，一种金属物啦是马文写即种。白话字的科早对应英文的 inspect investigate 对应中文的科早，什么意思白话字的科早和中文的科早对应的字无共意思3年你这对抄来
袂要紧，我3年你无方便讲诶，袂要紧啦。其早在我看就是 audit 吼，好，拖到要卖付，现捞啊，猫有写现捞啊吼，就是现掠海产吼，是渔民所掠着所捕着掠着诶即寡海产吼，还未经过冷冻诶吼，足青诶吼。捞是指海水潮水吼，所以即个现捞啊，是讲对海钓鲢所捕起来吼。捕是对物件摕物件，叫做捕。钩是渔网吼，牵钩就是牵渔网。钩嘛有动词捕的意思吼，我敢毋知啦吼。好，读到遮，咱明仔载互我请一下假吼，歹势啦，明仔载要庆祝一下美国的国庆吼，我们要来看一下烟花吼。明仔载请假，明仔载请假过来，就是嘛是我本来就是拢无通啦吼。过来就礼拜四应该搁会使开讲吼。咱礼拜四就是台湾的礼拜四暗时啊吼。那迄毋是读书啦，迄是敢若开讲啦，1点钟尔吼。啊，过来应该会使读1工、2工，过来敢若会使读2工吼。啊，着休困吼，我着要去佚佗啊吼，一礼拜外吼。好，安尼咱你讲，听讲法国就是讲，迄个时阵，清德国讲要甲台湾要挂互日本，啊有一个台湾就是台湾独立建国，就是法国人甲咱讲的，讲安尼叫清德国开钱吼，像讲伊嘛有一个东北的三省是开钱，佮甲伊爬转来，讲看会甲清德国参详，嘛是开钱甲台湾佮爬转来，为日本的手头，毋过背啊就是无。啊，法国人就黑白，互咱一个撇步，就是讲咱独立建国，就是若有要开讲，嘛会使甲阮讲，因为我嘛毋知影，我听着是影无影。开讲的时阵，会使甲我点破，我惊我黑白听。好，无咱礼拜时阵再开讲来讲，得简单讲啦。迄当阵甲午战争了后，清帝国拍败，互日本拍败了后，其实是含辽东半岛，搁啥物所在我袂记吼。那个是辽东半岛啦吼，含台湾做一个挂互日本，但是辽东半岛你看后来日本无摕去嘛？为虾米？敢若毋知几国我袂记干涉，叫做啥物？譬如讲三国哈，三国干涉还辽，其中就敢若法国哈，我袂记三国啊几国哈，干涉就是好康袂互你日本人摕去，就是意思袂使互你占去啦，所以因就干涉讲你袂使日本人你袂使摕去吼。迄个辽东半岛因为太重要诶，迄个港吼对西南北方诶即个做生意太重要，尤其是东北吼，尤其是当叫做满洲国吼，迄当然满洲国啦，就是讲太重要吼。啊，但是台湾你著看迄当阵就较无认为遮尔重要，所以因就无干涉讲哦，你台湾一定爱幸互西南，所以因干涉讲辽东半岛爱搁幸当然毋是白买行李啦吼，拢是摕钱甲赎回转去，这是有即个代志啦。但是你讲诶法国迄我都较毋知，我是毋捌听讲吼。但是你若去看什么治国干涉法，你再去 Google 家己找者，就找会着啊吼。看其中是毋是法国安尼？但是台湾建国、台湾独立诶思想，其实是足晚期诶吼。你讲什么迎清啥？迎清是啥？大家知无？台湾民主国吼。迄其实嘛毋是台湾独立诶思想吼，台湾独立思想其实是足晚期诶吼。我讲晚期是讲差不多是建老，日出大战建老吼。好，咱再个
礼拜四才开讲吼。好，安尼到遮我关房吼，感谢各位，多谢大家。